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催收。说到催收大家应该不陌生。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三角债比较多，这个很多公司应收账款看上去很多，但是呢，基本上都收不回来。要想把这个应收账款收回来恐怕要下一番功夫，要开动脑筋，要使用一切手段。但是就这样也不一定能收得回来。关键是很多个人或者很多企业自己的应收不回来，但是自己的应付那你得老老实实付出去。你欠银行的钱，你借别人的钱，你是一分都少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躺平，你没有办法摆烂，你没有办法变成老赖，对吧？你的信誉还要维护。所以现在很多老板现在面临的就是催收的问题，就是要回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要不回来，他自己就陷入麻烦。关于催收通常常规的方式就是打电话、发短信，再不行就走这个司法程序，发函、律师函、起诉。但是这些都不能保证你能要到钱。咱们有句话叫赢了官司输了钱。最近这个《时代周报》他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催收班里坐满了老板，没要回来的钱学3天能要回80%。什么叫催收班呢？就是说你不是应收账款要不回来吗？你报个班吧，有培训班教你怎么去讨账要账。你学3天，你那个应收账款就能要回来80%，能有这好事吗？这个《时代周报》它看到了几个主要人物有这个搞工程的小老板，他们就是因为各种工程款结不回来，陷入麻烦。然后他们的这个催收班培训经历，文章我就不介绍了。他说这几个小老板都是种种原因，有的知道行情不好，打算收手不干了，准备休息躺平。结果看到这个现在原材料价格在下降，人工价格也在下降，貌似接着干利润还不错，所以心又痒痒，又重新跑去找市政府或者找政府部门，或者找什么部门又去接活，接了活自己又开始银行贷款，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往里垫钱。有的人是听了这个什么大师的算命说他这几年要发财走财运，怎么发财不太知道，所以他们把手头的业务又扩大，工程越接越大，钱是越接越垫越多，结果就形成了大量的应收账款回不来。他们怎么办呢？第一步那就是求软磨硬泡，请人吃饭，给人送礼，希望能把他的钱呢能结回来。但是根据媒体报道吃饭可以，送礼人家不要，因为钱是结不了的，拿了你的这个贿赂就得为你办事，但实际上他没钱结，没人能答应你应收账款能要回来。这个社会上以这个咨询、业管理、信用管理这种旗号，很多公司催收公司纷纷面试。他们看到了商机，打广告，如果你应收账款讨不回来，不如到这儿来上课培训一下，上完课钱就能要回来80%。这些小老板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就报了这样的课程。这个课程一般3天，8000到1万的学费，当然有的恐怕还贵一点。然后去培训，第一天的培训呢是一些理论，比如说说软话，做狠事，来来回回就这几招。这些小老板实际上在讨债过程中实际上都已经用过了。还有一些什么心理学技巧，就是怎么样察言观色，怎么样判断这个债主他到底有没有钱这些都是常规手段的。但是这些培训的老师信誓旦旦对吧？明天的课程更精彩，3天的课上下来，保证你能要回80%的货款。所以这些听课的这些小老板心里又燃起了希望，充满了好奇，看看他第2天说啥。第2天的课程是教方法论的，然后这些培训的老师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5步催收法。总之在这些小老板看来第2天的培训课程又是毫无新意，都是常见的搞法，居然还劝这些小老板收集证据，准备去起诉。如果起诉能解决问题，小老板跑来上培训课干啥呢？准备在这个培训班上学点绝招，怎么样一击毙命，让那个债务人老老实把钱给掏出来。然后这个培训班教这些小老板如何止损一旦你发现这个甲方或者你的客户现金流有问题，缺钱，赶紧止损，停止合作这些都是常见的招数第3天的培训呢，就是所谓的实战案例。什么叫实战案例呢？就是让这些小老板把自己遇到的问题找那个助教助教给他分析一番，完了之后问你想不想把这钱要回来。这些助教更像是催收公司的销售。你想把这钱要回来，那咱们签个合同，我来帮你要回来之后，要回来钱30%
30%或者是10%不等的一个数啊，成为催收公司的这个佣金或者叫劳务费。到这个份上啊，这些小老板一看我的这个应收账款我催也催不回来，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就把自己的这个催收啊委托给这个所谓的培训班的这个老师，由他去催收就这么个事情。聊这个呢，就是当这个催收公司啊居然开始搞培训班，说明事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这催收公司啊，他发现了商机，就是大量的小老板应收账款要不回来，他们抓住机会，抓住这些小老板的心理，对他们进行营销，给他们上培训课。这个一定是有很多的老板陷入这个债务纠纷、债务危机，所以这样的培训班才会应运而生。催收公司啊，这个不新鲜，一直就有啊。催收培训班这个可是在最近1-2年才开始兴起的。说到催收公司，我记得上半年还是去年咱们聊过一个是湖南的吧，咱们中国最大的催收公司，号称是最正规，一个叫永雄的，后来被警方给打掉了，说它是非法。所以这里我也谈一谈催收啊。首先一个，如果你在做催收这一块的业务，或者那催收公司现在趁早收手，因为催收这个行业风险是越来越高，很有可能啊你要成为背锅的。因为现在你看看很多人叫3失1偏执，叫生活失忆，什么行动失常，还有什么性格偏执，这样人越来越多，导致这个群体的恶性事件是不是越来越多啊？最近对吧，此起彼伏的。但是这些人折射到最后啊，穿透下去都是经济问题居多。大家恐怕还有印象，2018年还是19年，因为这个高利贷啊，对这个尤其是学生造成的危害特别大。这个什么裸贷，而且那催收的公司啊，高利贷的那些催收公司是吧，什么手段都用，恐吓，往家里泼漆、堵门，这个事情越搞越烈，越搞越大。最后啊，是不是国家就出手了？有很多人不清楚，国家出手不仅把那些高利贷的给抓了，而且把那些为高利贷辩护的律师以及曾经给高利贷审判的那些法官统统给逮起来了。在这个之前啊，很多放高利贷的他是仗着自己在法院有人，他还请了律师，他把自己的证据啊做的天衣无缝，留痕。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比如说你去借高利贷，你借10万，他是砍头息啊，砍头息是3万，他把10万块钱打到你卡上，然后他会监督你，或者甚至是压着你那个取款机上取3万现金给他。你看他给你打了10万，你收到了这个留痕，然后你给他3万现金，人家把砍头息拿走了，完了之后你还得签一个合同，你每个月得给他多少利息，叫高利贷啊。好，如果你还不起，那行，他马上去法院起诉，一起诉你肯定输啊，证据确凿啊，人家还有专业律师，那法官就判你得还钱。他这个因为是砍头息，所以后面的利息啊显得很正常，不高，这个是有组织的，得有黑社会性质的，那法院肯定要判你借钱的人输，你要还款。但是后来啊，专门打击这种高利贷，连这样的法官都被判刑，还有律师，这个大家可以看很多报道。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做催收的话，你不如趁早收手，因为万下啊，随着这个经济形势不好，三角债越来越多，这应收账款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要，有很多人恐怕就要出事，造成这个恶性案件。那个时候谁出来背锅呢？有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打勤的，不打懒的，赚大不眨眼的。那你这个催收公司就是不眨眼的，你属于拱火浇油，你属于煽风点火，那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一旦打击，他不是打击当时的，他把你前面的人干的活都一把给你办了，也就是他倒查多少年。所以说干催收的现在趁早金盆洗手，不要再去干了，除非你是依法，对吧？你真的是合法，我只是给他发律师函，我只是协助打官司，这个都有风险。因为那个时候他需要借梁官的头用一下，就这么简单，对吧？梁官说我也冤枉呢，但是曹操说我更难呢，我需要你的头用一下。所以说啊，如果现在还在干催收的，趁早，如果你是员工啊，换份工作吧，不要干这事了，不要到时候把你一抓，你那儿说自己冤枉。还有很多催收的是靠打电话嘛，大家记得吧？那个360，他那个金融模式非常先进啊，所有的贷款都是银行贷，他负责担保，就是银行给人借钱需要有那个抵押物。那为什么有的人说我借钱没有抵押物呢？那是因为360替你担保了。那360为什么敢给你担保呢？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催收。它为什么有强大的催收呢？就因为它有大数据，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你所有的一切信息它都掌握，它挨个打电话骚扰，所以它的坏账率低。所以360实际上它是个催收公司。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高科技企业干的是这活，它不是把自己自有的资金拿去放贷款，不是这样子的。你跟360借一笔钱，实际上360就把你这个卖给银行了，由银行把这钱借给你了，360担保。当这个人还不起钱的时候，360会把钱还上，然后360再跟你催收。但
这中间啊，他可以通过白手套，对吧？信息是从他那儿出来的，他可以通过中间公司去操作，不一定是360亲自出手，这就是催收啊。所以说啊，无论你是创业，对吧？你接了银行的催收的活，银行把催收的活都外包。总之啊，随着这经济下行，这个债务纠纷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个时候啊，为了防止自己成为这个背锅的替罪羊，不要介入催收这个行业。你以为挺赚钱的，实际上有命赚没命花。那永雄啊，湖南的永雄，那就是典型案例。这是关于催收的人啊。那关于这些小老板呢，如果你现在有应收账款，我建议啊，不要去报这些什么乱七八糟培训班。如果你想把这委托给一个催收公司，你直接找他谈，对吧？给他20%，要回来就给你这么多，你何苦还要花1万块钱去学呢？你学了啥也，那玩意儿都是假的，学了没用。你钱没要回来，1万块钱先搭进去了，你还耽误了3年时间，你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在中国啊，这些催收公司，我也不能说他1分钱要不回来，很多催收公司啊，背后他都是有人的，他跟强力部门呢有一定的关系，他有资源，但是啊，多多少少都有非法成分在里面，对吧？如果你觉得你的钱要不回来，死马当活马医，你可以找一家催收公司委托给他20%、30%，一般的就这行情。但是啊，一旦你走上催收这条路，就是应收账款要不回来，还得找人去催收，说明啊，你已经败了。应收账款要预防，对吧？一旦你去讨的时候，这已经差不多已经是黄了，没有希望了。什么叫预防呢？那这个催收公司培训的还说的真有道理。咱们以前节目也说啊，你比如说恒大暴雷的时候，我记得是2021年9月份，他一暴雷，我第一个节目我就说了，所有在房地产行业里面这些工程的小老板给房地产行业供货的，你比如说绿化提供绿植的，对吧？这个你给他贴瓷砖的，所有的，我是建议啊，立马停下来，现款现货就做。如果是预付款，如果是有账期的，那你把这手上这一笔做完，赶紧别做了。我记得有好多人还说我不懂工程，那个时候说我不懂工程，现在估计你深陷应收账款这个危机了，对吧？你是做了2年，你表面上赚了钱，你1毛钱要不回来，完了之后你还欠银行钱，你就等着破产吧，傻不傻呀？我宁可歇着，对吧？我也不能垫款，你垫进的钱都是应收账款。现在保交楼啊，对以前的旧账是采取挂起来，挂旧账理新账，就是新发生的账慢慢给你结，过去的账对不起挂着，那是恒大欠你的钱，或者那是融创欠你的钱，跟保交楼庄帮没关系，给这新的这个白名单这个银行贷款也没关系，人家是保证后面的这个工程完工结束，不是给你来付前面的钱的。有多少人，打个比方吧，你给恒大提供那个绿植，前面2年都赚钱，最后1年应收账款回不来，这几年都白干了，完了你还搭了钱在里面，倾家荡产。所以这些人他不懂风险，现在就变成这种小老板到处找催收公司上培训班，你这不是有病吗？这行业出现风险，对吧？当时我还说了，房地产的股票坚决别碰，剩下的都是反弹。甚至啊，你客户他向房地产业供货，那么你跟你的客户合作都应该现款现货，你千万不要压账期，因为他很有可能被房地产公司带暴雷，他一暴雷他欠你的钱给不起，你就等着吧。所以你的客户如果是跟房地产公司合作的，你都不要跟他合作，合作的前提是现款现货，这叫风险控制。经济下行的时候不是考虑赚钱，是考虑安全，这个时候还在考虑赚钱，实际上已经本末倒置。所以说与其啊到时候想办法催收，甚至采取非法手段把自己给催进去了，那还不如，对吧？提前预防，我可以少赚，甚至是微利，对吧？有的人是不希望工厂关门，对吧？他希望工厂要赚的，那就微利，前提是要现款现货。达不到这个条件那就不干，那你宁愿把工厂关门。如果你舍不得，那没办法，那就你要为你的这个行为买单，接下来几年会更困难。不要相信什么催收公司，催收公司它的原则就是有早没早打3缸，万一你这个钱我要回来了，那我不就赚30%吗？10个委托他的，他能要回来1个，他就已经赚了，剩下9个要不回来就要不回来，跟他没关系。所以说啊，当你走上这个讨债的路的时候，说明已经败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不要有应收账款。当然了，我们也要考虑清楚，如果那个欠债的他有钱他不还，他是个老赖，法院拿他没办法。这种人很多啊，就是老赖，把钱转移，资产转移，你拿他没办法，他自己吃香的喝辣的，他就是不还。有这样的人啊，恐怕不在少数。那这个就属于咱们国家法律漏洞非常大，法律都治不了这样的人，没有办法。你如果采取非常手段，你还犯法了。所以咱们又要说美西方了，万恶的美帝，美西方怎么没有这样的催债呢？或者他有啊，就没有像我们这么严重啊？这个恐怕就跟法律有关系。
美西方它有个人破产制度，对吧？它在那个法律严格规定之下，你个人可以破产，但是你破产了，你想说我赖账，我以转移财产为目的，我来然后搞破产，你这个你在美国是玩不过去的。你要破产是真破产了，一破产债该消的消掉，对吧？这三角债就从这儿断了，但前提是你法律一定要完善。在咱们这儿啊，如果现在搞个人破产，那立马就会变成一个逃废债，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对吧？我想办法从银行借5000万，完了把这钱润到国外，然后马上自己破产，你能把我怎么样？上个世纪90年代啊，是三角债是最严重的时候。我想现在恐怕这个三角债的问题也是越来越突出啊。当然了，这种应收账款你要穿透下去，它主要的恐怕还是在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这个国企还有城投公司，源头在这儿，是这样欠钱导致下面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那现在这个化债方案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打个问号。隐性负债14.3万亿，显然不能真实的全面的反映地方政府这个隐性负债，也就是说比实际的恐怕小得多。那你这点钱那也是没有办法覆盖啊，狼多肉少，僧多粥少，对吧？这点钱恐怕只能花国企的债，能把国企保住啊，让国企的工资能发下去。你其他的施工队，对吧？民营企业往后排一排，本来是雨露均沾啊，但现在变成有优先级。所以说啊，未来2年关于催收，对吧？关于催收引发的矛盾恐怕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小心啊，牢牢记住，未来这2年是以保本、保安全、保本金为主，赚钱为辅，不赔钱就是赚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